关刑事局查出2个嫌犯甲中国业者合作做假车牌哦，车牌顶头向类似雕刻的号码嘛有。警方今年8月到10月哦，分别是抓到这2个嫌犯，佮有20个消费者，嘛查到45台假车牌，已经甲嫌犯移送法办咯。 伫桌顶遮的车牌，若无详细看，甲真的共款。毋过，即寡拢是警察为网络店头遐查扣的假车牌。外观的辨识来说，它的材质、重量，然后边框、梅花烙印，这个还有它的那个字体的一个喷漆，这真假稍是极为相似的部分。那这次的业者端也在这部分有去增设，有增加了这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伪造的一个技术在这边。 警方找到的假车牌，就连真车牌才有的镭射号码也拢做会出来。警方查到姓张甲姓纪2个卖主，因甲中国做妨碍业者合作。今年5月开始，伫社群平台用特价车6000到1万块不等的价销咧卖假车牌。警方8月去敲查到不法所得已经有480万。买家而言，我们这边大概70%的部分也是因为是被扣牌，然后。 不管是那个酒驾，或者是那个超速的部分，警方佮查到20个买主，因大部分拢是互扣牌，或者是咧做违法的代志。警方另外找到一个小型的毒品包装场。警方也坦白讲，即寡假车牌若真的共款，除非透过警方的辨认系统，若无真歹看出来是假。现在可以用到我们的科技执法来确认到车辨的系统，然后以及我们。 在辨识上的话，清查跟确认，那最终还是交由监理机关来做辨识。警方调查这2个卖主，为今年5月开始，至少卖予600个人。目前正咧追查假车牌卖去倒，车牌是特种文书私下制造或者是贩卖变造，已经违反伪造特种文书罪。民众若挂假车牌上路，除了违反刑事伪造文书罪，也会妨照违反道交条例，罚3600到108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